而家啲行家咧，我都唔知道點講好。明明呢個樓盤1萬蚊，佢竟然同你講7000蚊啊！明明賣2萬蚊嘅，佢係同你講1萬5蚊啊！而家做地產真係非常之難做，個個都水到閪咁，想正經啲賣樓實在啲。喺而家呢個時代，呢個行業我估計係非常之艱難嘅，但係我都會實實在在咁做落去。我準備出幾個視頻嚟同大家分析完而家幾個熱門區域嘅樓盤同埋價錢、地段，俾到各位朋友啊，等各位街坊朋友可以清晰咁知道而家每個區域嘅真實價錢啊，防止中伏。呢條片有啲長啊，各位朋友仔耐心啲睇落去啊，永遠你都要記得一個真相，就係所有嘅物品，包括房產嘅價值都係相同對等嘅嚇。越係平嘅就越有可能會落搭，所以各位朋友咧睇嘢嘅時候咧，千祈唔好用錢嘅角度去睇嘢啊！你一定要用個腦去諗清楚呢件事啊，先了解啊，你就會更加清晰佢嘅存在同埋佢嘅價值。咁咧，今日同大家分析下中山市區西區嘅房價啊，究竟最真實嘅價錢係幾多？各位朋友仔都知道而家房價降得好犀利啦。咁今日我就分享西區核心地段彩虹片區嘅整體嘅價錢同埋佢嘅自身配套啊，同埋佢周邊嘅環境係點樣嘅啊？希望可以幫到你啦啊！幫到你喺買房嘅時候多一個思路。大家好，我係阿 Sam，歡迎收睇阿 Sam 嘅節目嚇。記得幫阿 Sam 點翻個讚同埋點翻個訂閱啦，各位朋友仔啊！如果你哋想了解中山或者珠海嘅情況，都可以喺評論區度話我知，我會將最真實嘅情況啊去出條片話翻俾大家知，真實情況係點樣嘅。咁第一個咧，中山嘅西區彩虹片區究竟有幾個喺度賣緊嘅新房呢？有冇朋友仔知道？如果有知道嘅，可以喺評論區度話俾大家知嚇。咁目前咧，彩虹片區比較熱門嘅樓盤咧，目前得3個，有幸福匯啦、中旅彩虹啦、華潤人行公園四季。而家呢3個樓盤嘅價錢咧，企得比較硬嘅就係幸福匯啦，其次就到中旅彩虹，而最有性價比嘅咧，反而係公園四季。咁幸福匯點解個價要企得咁硬？點解咁貴咧？咁整體嘅均價係17000，而江景嘅單位均價要去到2萬每平方。睇到呢度，各位朋友仔記得均價幾錢，唔好俾人揾笨柒啊！我可以用我嘅人格擔保啊！而幸福匯係本地土生土長嘅發展商潤達實業啊打造呢個樓盤啦，同樣係西區嘅其他幸福匯1、2、3期，不過都已經賣晒㗎啦，而且當時都係非常之好賣㗎呢個發展商嘅樓啊。但係作為彩虹片區嘅幸福匯咧啊，屬於潤達打造嘅比較一個高端嘅一個產品啊。點解咁話咧？中山嘅母親河旗江江景彩虹片區目前最新嘅新樓睇江景嘅最靚嘅一塊地啊！如果唔係本地發展商，你又點會可能喺市區度攞到一嚿咁靚嘅地呢？而地塊對面就係舊改項目華潤萬象城。當然，華潤萬象城已經吹捧咗幾年啊，都未喐啊！但係對面已經全部圍住晒嘅，只會遲到啊，絕對唔會話冇㗎。而基本上都徵收晒㗎啦。咁以後嘅彩虹西區、彩虹片區咧嘅江景咧，絕對係數一數二嘅。而且樓下就係西區嘅沿江公園啦，啊，都已經係全部搞掂。夏天散步絕對舒服嘅。成個樓盤嘅缺點就係呢個盤咧，佢唔夠大，啊，個盤比較細嘅嚇。但係物以稀為貴，行路幾分鐘就可以到中心小學啊，西區嘅中心小學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啊？如果你有聽過阿 Sam 上期嘅視頻咧，啊，你就知道一定要以學校為中心去睇樓啊。附近10分鐘左右可以到達嘅樓盤都係唔會錯嘅。咁呢個貴咧，就肯定有原因嘅啊。當然咧，喺香港人嘅角度嚟諗咧，係唔需要學校，我明。但係港人買房咧啊，你都想有價值㗎。咁你都想附近啊嘅學校可以幫你帶動到一個保值啦。咁內地人最愛嘅嘢就肯定係最有價值嘅啊。唔知道各位朋友仔啊，覺得啱唔啱咧？咁兩地政府一直喺度拉攏，以養老為主，但係養老你都要有配套㗎，係咪？出門都有嘢食㗎，係嘛？有車坐吧？唔係你點養老咧？係咪先？養老都要提升自己嘅居住環境啊品質㗎嘛，而唔係委屈自己住喺啲鬼城度、鬼死咁偏僻
係嘛？然後咧斜對面就係中山嘅甲級醫院中醫院，呢個重點啊，養老一定要有醫療配套，相信都係各位朋友就比較關心嘅問題啊。而中山市比較好嘅醫院前3名，博愛中醫院、小欖醫院啊，所以你知道佢貴喺邊度未呢？同時咧，西區中醫院隔離就係西區嘅濕地公園，大家要知道啊，市區嘅濕地公園係非常之少啊，而且環境非常之舒服啊，得閒過嚟跑跑步啊，得閒過嚟呢邊彩虹片區訂翻個酒店住翻幾日，體驗一下阿 Sam 講得有冇錯啊？咁隔離咧仲有候機樓啦、麥德龍大型嘅商超啦啊，所以咧各位朋友就一定要嚟到感受一下，你就知道阿 Sam 所講嘅重點喺邊度啦。第二個咧，中旅彩虹，各位老闆，中旅彩虹呢個發展商咧啊，就係麗新集團旗下打造嘅一個新樓盤，佢個整體均價咧係賣到17800嘅，高峰期21000、22000，大家都眾所皆知㗎啦啊。而西區彩虹片區最大型嘅樓盤就係中旅彩虹啊，佢自帶商業街、電影院、車站，住喺呢度啊，就近翻香港嘅係非常之方便嘅，同埋附近嘅朋友仔想翻香港咧，全部都要嚟到中旅彩虹呢度搭永東巴士翻香港。如果你唔喺中旅彩虹翻去咧，咁你就要去到最原始嘅車站啦，國際酒店呢一帶嘅，即係富華道呢邊嘅車站啊，翻香港啊。而中旅目前咧係賣到咗尾聲㗎啦，目前小3房高層嘅單位啊，20打起得翻幾套，全部15000幾任揀啊！所以有喜歡嘅朋友咧，捉緊時間嗱，唔係嘅話，中旅彩虹真係冇樓賣㗎啦，賣晒㗎啊！而品質喺香港同中山咧，麗新嘅品質的確係肉眼可見啊，非常之唔錯㗎啊！咁第3個樓盤咧就係我哋嘅華潤人行公園四季呢個樓盤咧，西區咧目前新房嚟講啊最抵買啊最抵食啊！周邊嘅中旅啊、越秀啊、幸福匯啊，有嘅配套咧佢都有晒啊，一條路嘅位置啊嘛啊！大家全部都一條路上面嘅，同埋咧公園四季咧就喺中旅隔離啊，小區嘅路係互通嘅啊，外面嘅道路啊唔係小區入邊嚇。咁均價咧都係13000到15000左右，而且樓盤咧分2期開發啊，分2期開發嘅各位朋友仔啊。喺西區咧都係叫大盤㗎啦，而且佢嘅建築嘅風格咧會比較時尚，小區環境咧都會比較靚啊，採用咗新加坡嘅設計理念嚇。大家要知道呢個樓盤係央企同埋新加坡嘅發展商啊共同打造嘅，同時仲係西區政府全力支持嘅一個樓盤，呢個實力絕對係頂呱呱嘅啊，毫無猶豫，唔使擔心有咩風險爛尾嘅情況。而且最新嘅一期已經交晒樓㗎啦嚇。入到去你就知道咩叫舒服同埋入住率啦。而家清緊啊呢一期嘅貨，全部都係尾貨嚟㗎啦嚇。精裝現樓，有時間嘅朋友仔一定睇西區彩虹片區嘅話，一定記得睇埋呢個樓盤啊，絕對冇錯嘅啊，多啲對比嚇啊，一定要揾個靠譜嘅經紀人帶你實地考察，唔好成日俾人割韭菜啊，唔好成日送上門，好嘛？伸個頭出嚟俾人割，何必呢？啊？咁2期咧就全部已經係封晒頂㗎啦，不過咧要年底先收樓啊。價錢都係15000蚊左右大裝修嘅。咁上面咧呢3個樓盤係我真心推薦俾大家嘅嚇，歡迎對比嗱，都係希望大家知道呢個片區究竟好喺邊度啊，個價錢又係點樣嘅啊？如果有興趣睇中山珠海嘅朋友咧，記得聯絡阿 Sam 啊，我會喺評論區度擺低我嘅聯絡方式。記得我係一個喺灣區堅持賣樓嘅中介佬啊，一直都冇變。下一期同大家分享下東區嘅熱門區域、石岐嘅熱門區域啲靚樓盤均價好喺邊度，配套點樣啊？分享俾大家，記得訂閱翻阿 Sam啊！我哋下期再見。